台语18声母表，声母照伊的发音部位分做双敦音、字尖音、字根音、字尖静音、喉音。照伊的发音方式，佮分做清音、落音，还有塌音、塌擦音、擦音、片音、边音、零声母等等。请大家照这个表详细听、详细看。第一，波；第二，坡；第三，无；第四，妈；第五，倒；第六，讨；第七，哪；第八，落；第九，歌；十，科；第11，五；第12，第13，子；第14，七；第15，西；第16，日；第17，哈；第18，